呢度就係中山嘅南頭站啦，1個鐘頭直接返到香港西九龍啊！屋苑落樓就係大廣場啦，食飯、行街、睇戲一應俱全啊！就連我身後嘅 Starbucks 咧都選擇喺呢度開店，就可想而知呢個 location 有幾咁旺啦！今日睇呢個屋苑，總價36萬8，買一層送一層俾你，每個月收租3000蚊，回報率高達8厘啊！感興趣嘅街坊咧，記得關注我嘅 channel 先喎，我帶大家即刻睇筍盤。而家上到嚟屋苑啦，嗱呢個屋苑咧係分上下兩層嘅，一共咧係有70個平方。嗱最特別之處咧，佢可以做到獨門獨戶嘅喎。嗱一套咧攞嚟自住，一套攞嚟收租，你係咪雙贏啊老細？入到嚟1樓咧，幫你整咗個大開間，你見到你所有床鋪被席啊、家私家電幫你鋪排好晒噶啦，直接拎包入住得噶啦。上到嚟第二間咧，大家可以睇到佢嘅格局係同第一間係一模一樣噶，但係發展商咧照樣送翻你全屋嘅家私家電。你今個月買，下個月咧直接3000蚊租金落你袋噶啦。咁感興趣嘅街坊咧，記得喺評論區留言222 PM 我 Suki 拎樓師啦。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